大家好，我係 Natasha。今次嘅影片，我哋會介紹一位非常有才華嘅運動員 Core Garcia。佢係來自墨西哥嘅健身達人，近年嚟喺健身界越嚟越出名。憑住極高嘅熱誠同埋付出，佢經常喺社交平台分享自己進步嘅過程，激勵住每日成千上萬嘅人。Core 嘅轉變真係令人目瞪口呆。今日我哋就嚟睇下佢點樣克服挑戰，成功打造到佢夢寐以求嘅身形。不過喺開始之前，記住俾個讚支持下我哋嘅頻道啦。咁我哋就可以繼續帶俾你更多咁勵志嘅故事啦。自從 Core 決定要改變自己嘅生活方式之後，佢就全心投入咗高強度嘅訓練同埋均衡飲食。佢嘅最大目標就係增強肌肉同埋雕塑每一個身體線條。靠住堅持不懈，佢終於達成咗目標，變化非常明顯。佢對腳線條分明，腹肌清晰可見，加埋自信滿滿嘅姿態，真係令人一眼難忘。Core 而家已經成為咗好多健身新手嘅榜樣，證明只要有耐心同紀律，成果自然會慢慢浮現。唔止咁，佢仲更進一步，踏足咗健美比賽嘅舞台。佢用完美無瑕嘅身形征服觀眾，向大家展示咗只要堅持到底，就一定可以實現自己嘅夢想。呢個咁驚人嘅蛻變，你中意嗎？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啦！多謝你哋收睇，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！